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3月24号。这一期咱们聊一聊裁员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，年后裁员各种传言就一直占据着热搜，而且越来越吓人。尤其是互联网行业，从网易的把所有的外包全部裁掉，要越快越好，到 B 站传言要裁60%等等，就这传言也不能说就是空穴来风，至少说明他们确实在裁员。只不过说裁的程度有可能跟网上传的不太一样，但是现在是各大公司都在裁员。往常像这种密集裁员都是在年底，都是在12月份，今年怎么到了3月份，这些公司不约而同的都拿起了屠刀。2020年春天，一场席卷全球的裁员风暴悄然爆发，我们恐怕只关注到国内，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的裁员同时来临。所以说这个是不祥之兆，从国内到国外，从互联网到金融业，再到各行各业，一波裁员潮来临。从中国的互联网巨头到华尔街投行，从传统的科技硬件到新兴的 AI 赛道，再到制造业、零售、汽车等实体行业，几乎一网打尽，没有一个领域能独善其身。大家如果关注网上报道信息，应该能看到最近主流媒体最新的报道，以及那网上流传的那更是五花八门，各种职场爆料，从网易、B 站，甚至到阿里、华为，这都是大厂，头部大厂。从什么魅族，再到金融行业，甚至连招聘网站 Boss 直聘都在裁员。这个让人感觉它不是偶然现象，也不是个别现象，感觉是一种寒冬来临。2026年开年以来，全球科技与金融行业累计宣布或计划裁员超过10万人。大家不要小看这个10万人，这是全球的，因为这些都是优质岗位，都是高薪岗位，这个和工厂流水线不一样。这个少10万人，那就简单点说，约等于少了10万中产。那你说这个消费能好得了吗？其中中国企业与美国科技巨头成为重灾区。这场就业寒冬并非周期性经济衰退那么简单，跟以往有类似的地方，也有不同的地方，不是简单的重复。既涉及到 AI 技术革命与企业战略重构共同作用的结果，也受经济规律、经济周期的影响。曾经被视为铁饭碗的互联网大厂、投行的高薪岗位，如今却成了性价比最低的成本项。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说的码农，还有白领中那些执行岗，也就是重复性高、可被 AI 标准化的工作。年轻人面临前所未有的职场压力，学历不再是护城河，努力也不再保证稳定。我们先看看这网传和报道的国内这些所谓的互联网大厂率先瘦身呢，我说的好听一点叫瘦身，实际上就是裁员。中国互联网与科技行业是本次裁员潮的先锋。首先你看阿里巴巴集团2026年第3季度财报显示，截至2025年12月底，集团员工人数锐减至128197人，较上年同期194320人减少66123人，降幅高达 34%。 可以说整个阿里在2025年是静悄悄的在裁员，没有引起比较大的波澜，网上好像也没有上热搜，但是1/3的阿里人已经毕业了，走向了社会。所以大家想象一下，为什么杭州的楼市一路往下跌啊？泡沫是不是在破灭？那这个跟阿里就有密切关系。有很多老粉丝经常看我节目的知道，3年前我就说了，失去了阿里，那杭州就失去了灵魂。没有了阿里，杭州跟济南没什么区别。所以你看阿里伴随着阿里的瘦身，1/3的人一年干掉1/3的人，那这一年杭州的房价跌了多少？当然了，有人说杭州的1/3的人也阿里的也不都在杭州，是这样的。但是杭州作为基地，作为总部，那裁的也很多啊。所以这个都可以互相验证。反过来说，如果阿里员工从20万一年涨到30万，那是什么个概念？它是从20万减到12万。所以说从阿里这个就可以看出来，真的是裁员静悄悄。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裁员风暴，而是战略性剥离线下零售资产的结果。市场将此解读为什么呢？是阿里转型 AI 加云
的信号。紧随其后的是招聘平台 Boss 直聘，这都是根据它的财报看的。2024年末 Boss 直聘是5688人，2025年年中降至4743人，2025年年末是4884人，全年减少804人，裁员比例14%，其中营销岗占55%，研发岗占23%。你想一想，这个 Boss 直聘它主要是搞招聘的，而且它那上面招聘有很多都是互联网企业。作为互联网招聘的晴雨表， Boss 直聘收缩，直接反映了整个行业编制冻结与招聘需求萎缩。这种企业它是 to B 的，也就是它向这个招聘企业收费，它没有办法向那个 C 端收费。你在 Boss 上面投简历还能收你钱吗？一般的想收也收不了，收不到。但是他收企业的钱，这就是他的盈利。那现在企业都不招人了，对不对？都在缩减，招人的需求越来越少，那企业愿意花钱的也少，所以直接就影响 Boss 直聘它的经营状况、利润，没有办法，只好裁员。而更加让人关注的是，华为的员工流动异常密集。根据麦麦等职场平台显示，说2026年上半年前华为标签的求职信息激增，就很多人找工作的时候，上一家单位是前华为员工，前华为14级、13级什么之类的，而一半以上来自北京、深圳研发与市场岗，并非单一的组织架构调整，而是高压文化、海外业务不确定性与存量博弈下的自然流出。不少员工选择趁现在就走，因为后面自离不给 N+1， 也就是等到后面扛不下去了，你要自己辞职，那好了，没补偿。这个时候趁这个企业调整的时候有补偿，很多人干脆跑了。这个华为，那另外一家这种巨头叫海康威视，这个海康威视说2023年入职应届生一批，则在2023年后集中被优化，也就是2023年招了一批人，还没到年底，还没到1年，直接就优化掉了，没了。那你招人干什么呢？提前答辩转正，项目压榨，活多干不完，高峰期后瞬间成为可优化对象。许多人被裁后感慨，离开后不加班，15天年假随时请，不要太爽。刚才这些硬件大厂是吧？那么新兴的电商与内容平台同样是裁员的重灾区，对吧？传言四起，这个什么得物前端部门大规模裁员，字节跳动武汉团队整个优化都基本上裁掉了，网易外包要么走人，要么转岗。网易传言传得更厉害了，更邪乎，整个的外包一锅端，而且越快越好。虽然人家出来辟谣了是吧，解释了，但是你这就是裁员。那至于什么 B 站、科大讯飞，那更是裁员的重灾区。2026年3月底，互联网裁员信息在网上集体爆发，年报窗口期叠加 AI 吃人，老板算账发现，养一个初级员工的钱购买几个 AI 工具，产出还将翻倍。当然了，至于传统行业就更不能提了，传统行业连锁反应更明显。房地产、汽车的上下游，房地产的上下游，模具早就开始续命模式，如今也撑不住。比如土木工程师，对吧？建筑设计院等等，那早就开始裁员了，优化西岗，你不走也得走。那这个是咱们国内的互联网大厂一些令人羡慕的，对吧？高薪岗位现在纷纷传出裁员，至于它什么原因，人的另论。但总之在裁，但裁员不光是中国，海外也一样。国际与金融业，华尔街天龙人陨落，科技巨头效率革命加速，这种就是叫联动。美国那边也在裁，咱们这还要裁，裁完了之后还得再跟美国对齐一下，美国的巨头又在裁，这边也得跟进。这个都是 AI 闹的。海外尤其是美国，金融与科技巨头裁员同样猛烈，且往往发生在业绩创新高之际，形成鲜明的悖论。首先，摩根士丹利2026年3月5日宣布裁员2500人，占员工总数的 3%， 涉及投资银行与交易、财富管理、投资管理3大核心部门，私人银行家后台支持、抵押贷款处理人员等，前台业务逾 1.6 万名财务顾问幸免，官方理由是控制成本、提升运营效率， AI 与自动化影响，业务布局调整与地区重心转移。这个摩根士丹利也是在大面积的使用人工智能工具，就是 AI 工具，这是摩根士丹利。
那接下来就是戴尔科技2026财年宣布裁员11000人，员工总数降至9.7万人，较上一年减少10%，就是又裁掉10%。遣散费高达5.69亿美元，大概40亿人民币。关键这是戴尔连续第3年裁员，它是每年裁10%。戴尔的人数从2023年的13.3万到2024年的12万，到2025年初10.8万，那2026年还裁变成9万。但是戴尔的业绩呢一度创新高，同期业绩创历史最佳，全年营收1135亿美元，增长了20%。AI 服务器出货250亿美元。Q4 AI 服务器营收暴涨342%，积压订单430亿美元。公司明确放弃增长乏力的传统 PC 业务，all in AI 基础设施，通过人员重组，限制外部招聘，实现同一戴尔之路转型。你看，这就叫无就业繁荣。这公司的业绩是创新高，但是人岗位在下降，一年裁10%。这个是戴尔。下面是汇丰银行被曝未来3到5年拟优化2万个岗位，也是10%，占全球21万员工的10%，又要干掉10%。彭博社报道，汇丰银行已进入内部评估阶段，重点是非客户接触岗，什么数据录入、报表处理、KYC 审核、交易监控、标准化客服等。你看这些，听着名字感觉就不保险，要被 AI 取代。就是该公司明确以 AI 替代中后台，持续降本增效，聚焦亚洲核心市场。但是它的方式相对温和，为什么？它3年裁掉10%，怎么裁？自然流失的不补，辞职的也就不再新招人，部门合并，业务出售，把那些不赚钱的业务连人带业务一把卖掉。脸书母公司就是扎克伯格啊，那就更狠了啊，更激进。说要裁员20%，大概1.5万到1.6万。路透社报道指向 AI 巨额投资，2026年资本支出1150亿到1350亿美元，带来财务压力与战略转型。扎克伯格直言，过去需大型团队的工作，现在少数人配合 AI 即可。中层远见工程师、产品经理、数据分析师首当其冲，执行型任务被 AI 自动化取代。不是扎克伯格没钱，刚才汇丰和什么摩根士丹利、戴尔都一样，不是他们经营不善，说业绩下滑，恰恰他们是用 AI 取代人工，他们要是把节约下来的钱，这个子弹全部打在 AI 基础设施这块，算力、服务器，人这边的节约成本，你说说，这叫无就业繁荣。刚才说的是比较具体的，实际上最近从2025年下半年开始，传言裁员的或者有裁员计划的是500强集体行动。根据不完全统计，2026年以来，亚马逊要裁3万，汇丰是2万，脸书是1.58万， UPS 要裁3万，花旗、摩根士丹利都是裁2500，黑石裁4000，富国银行裁5600，累计裁员超过7万。根据媒体报道的2026年开始要裁的人，这个公司把这一家7万个岗位没了。但是这个共同特点都是他们的业绩并不差，甚至有的还是创新高，都是 AI 替代中后台，组织扁平化，取消中层管理岗。这个中层管理岗裁员占45%。这个是美国的金融行业还有科技行业，实际上国内的金融行业也在裁员，裁员静悄悄。金融川天龙人史诗级陨落尤为刺眼。北京金融街某头部券商投行的总经理从年薪100万5星级酒店出差行政酒廊，沦为房贷凑不齐，望京豪宅断供挂牌。那这个限薪令加逆向讨薪，让高杠杆买房的精英崩盘。什么意思啊？限薪令最近的金融行业要限薪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逆向讨薪什么意思啊？前2年发的奖金现在让你退回，那你说这些虽然他们收入挺高，现在一遇到降薪，第二个你还得把过去的钱往回退，那不现金流不就是负的了吗？现金流一负的一紧张，他买房子的按揭贷款都还不起。我看有网友留言说，春招985金融硕士去一家券商
做了12个月的小黑工。什么小黑工？就实习，免费劳动力。本来指望着干了12个月，是不是就可以留下来转正？结果 HR 一句大环境不好，就把他送走了。说曾经的清北复交学历等于财富殿堂的入场券，如今只够单1年的贴票机器。就像这些人在券商那儿实习，其实也干不了什么活，也是做 PPT， 实际上更多的是给领导贴票，出差报销什么的，按照财务的要求贴票啊，就干这事，贴1年的票，该上哪儿上哪儿。所以说我说的什么意思，就是咱们的互联网大厂、硬件、这个科技这些企业现在裁员非常厉害，最近大家在网上都看到了。但是不光是咱们，美国也一样，裁的更多。也不光是互联网大厂，金融行业一样的，躲不过这一刀。实际上其他的行业就更惨了，惨到没人关注。其他的行业裁员是个常态，房地产行业那从业人员，房地产相关的什么设计公司、设计院什么的，这都裁员不知道裁了多少年了，失业的失了多少年了。那为什么啊2026年开始裁员的风潮这么盛行呢？寒潮来临，它的原因是什么？那大家都众所周知，这个 AI 一定是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也就是本来就是流量见顶，发展到顶，再叠加 AI， 所以2026年这一波裁员潮显得来势汹汹，比往年更加猛烈。所以第一个就是 AI 自动化革命，这个谁也不能否认。别的不说了，以前是6个人干的活，现在2个人加 AI 就行了，那4个人就可以裁掉了。那么 AI 它目前在很多程序性问题上面，还有简单的这种客服啊，那都完全可以替代。AI 输入到输出，明确任务、代码生成、会议摘要、CRM 更新、报表处理、QIC 审核、图像识别等。关键摩根士丹利利用 AI 工具以替代初级分析师，而传统 PC 岗被 AI 服务器团队取代。传统的 PC 岗不赚钱了，产出比低，人家换赛道生产 AI 服务器去了。汇丰的中后台重复操作岗被7×24小时 AI 系统取代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说 AI 对劳动力市场冲击像海啸。高盛估算2025年 AI 已造成美国暴露行业每月5000到1万净失业。2026年这一数字将加速，这是高盛认为美国就会少这么多岗位。第二个就是各个企业的自身的一种战略安排、战略转型与资源再分配。企业剥离低效劳动密集型业务， all in 高增长赛道。比如说阿里巴巴把它的线下零售业务全部处理掉，专注于 AI 加云。那戴尔放弃 PC， 拥抱 AI 服务器。这个脸书公司啊，扎克伯格压缩元宇宙，转向 AI 基础设施。上一次这个押宝元宇宙押错了，这回押宝 AI， 这就是扎克伯格啊。但是这些公司，美国的这些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他们的业绩并不差，现金流充足，不是没有钱。所以说他们这个裁员收缩纯粹是节约子弹用在 AI 这一块，即使营收创新高，也要为潜在的逆风提前布局。第三个就是存量博弈与效率悖论。大厂进入存量游戏时代，岗位数量没变，空间却在缩小。华为是高压文化加海外不确定性导致流出，金融泡沫破裂后，杠杆买房精英被迫退薪，组织扁平化取消中层， AI 让10人的活现在5个人加 AI 即可。这个是很多大厂还有美国的人家企业蒸蒸日上，人家是战略转型导致的。你比如亚马逊，你动不动裁掉3万，还有甲骨文是吧，大刀砍下去，它节约出来的钱都是用在 AI 上面，基础建设。那我们这边大厂裁员，不管怎么说，多少首先还是经营压力。我们这边体现出来是流量见顶，流量越来越贵，所有需要流量的这些大厂都难，流量竞争越来越激烈。这个不可否认是吧？你毕竟咱们的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是以流量为主，流量生意这个跟美国的企业还不太一样。这是第一个，首先它是经营上出了问题。你比如说华为现在网上传言的华为的分红到现在没确定，怎么分，每股分多少，这不就是现金出问题了吗？
阿里巴巴那个财报大家可以看到，大量的钱是投在外卖、即时零售，但是产出很低。你看咱们的科技企业跟美国不一样，美国人家是大量的钱投在什么算力上面，我们这个企业也投算力，但是相比较投这个外卖是不是更多啊？你看他们投在外卖上面，那动不动几百亿，不把对手干死那是不可能的，不能罢手。所以那个去年7月份开始外卖大战，这个怎么说让外国人他很难理解，不知道你们这是干啥？所以这是一个那你这种投入对你的现金流要求非常大。你看京东、美团，所以某种程度上咱们的大厂的竞争还是那种低层次的。那这个也吞噬现金流一样的，你要业绩不好，那就得裁人。所以说我们跟美国还不太一样，就在这儿。当然了，我们在 AI 这块投入也会导致研发的投入，导致你对现金的要求非常高，也会裁人。所以我们跟美的之间主要原因还是不太一样的。美的你看看人家的公司，你戴尔、亚马逊，人家收入是一年比一年高。那这就不说了，反正是国内的这个大厂裁员，一方面是最主要还是经营问题，流量见底，流量越来越贵，竞争越来越激烈，你不卷我卷，所以他裁人。现在连大厂都混不下去了，都在瘦身，都在降薪裁员。那你说小厂更难吗？连互联网企业都不行了，你其他的行业更差，连字节跳动都在裁员。所以说大家如果仔细关注，你就发现今年的就业会更难。一边是大厂裁员压缩岗位，一边是1270万大学生毕业，24年、25年毕业的大学生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呢。有些人估计准备放弃了，准备在家啃老了，也找不到。现在1270万又来了，那一边大厂在往出赶人，压缩岗位。如果再结合的把外资再撤出，你为什么我老说外资？因为外资提供的岗位相对都是高端的，都是比较好的岗位，正是那些985、211那些小镇做题家削尖脑袋能够得着的那个岗位，是能改变他命运的。通过上班能够达到中产外企嘛。但是这些岗位都越来越少，人家在撤走，所以当下年轻人确实赶上这个时候越来越难。2026年更难。2026年这个裁员，国内来说是这些大厂、这些企业经营不善，业绩承受压力，叠加 AI 冲击，所以它就显得比25年、24年更难。所以我们要说一说，那接下来怎么办？我们老说年轻人该怎么办，实际上就是要调整心态，主动拥抱变革。这没有办法，这不是鸡汤，这是叫走投无路，迫于无奈。企业经营不善，企业经营困难，叠加 AI 抢饭碗，年轻人该如何面对？所以简单，第一个就是要立即拥抱 AI， 对吧？这个时候你埋怨 AI 没有用的，那是徒劳无益的，你只能是去拥抱 AI， 把它变成超级助手，至少自己要与时俱进的了解这些，最好能让它变成你的一个助手，你能熟练运用。如果你是码农，那就更得要研究 AI， 而不是排斥 AI， 抵制 AI。第二个要有什么心态？不要把平台的能力当成自己的能力，要充分的认识到自己有哪些长处，有哪些优点。要知道很多成绩，你的很多发挥是基于这个平台的，离开了这个平台，你或许啥也不是。那这样你就能清醒的认识到自己，不容易产生这种盲目的自信，容易飘。你要知道很多你的成绩，很多你的展现出来是因为基于这个平台，清醒的认识到自己，凭运气赚到的钱要凭本事把它保住。你在大平台，你可能凭运气某一天突然谋得了一个职位，收入翻了一番，工资涨了，这个时候以为自己很厉害，开始造，开始各种投资花，各种奢靡的生活。实际上你不知道，你这是凭运气，一旦这个运气没了，就像刚才文章说的金融行业经理一样的，总经理投行的，一遇到降薪，一遇到退薪，立马生活陷入困顿。年轻人，如果你还没找到工作，那怎么办？那只能慢慢来啊，先找个事情养活自己。如果你不挑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太多的要求，实际上找个养活自己的工作还是可以的。但是你非要大厂那种工作氛围，那种好的平台，那种非常正规的那种职场，高档写字楼里面，这种工作啊越来越难找，你应该放弃，不要盯着这个，能找到最好，找不到算了。有很多年轻人他不知道，他以为上班必须在高大上的写字楼里面，
5A 级写字楼，对吧？是因为这电视剧看多了，或者是前10几年这种快速发展对它产生了误导。实际上好多工作不是这样的，也可以干。如果说你就放低姿态，只是说养活自己，我先养活自己，那这种工作还是可以找到的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期望降低一点。这是还没找到工作的，找工作的年轻人。如果你已经找到工作的，那你就想办法保住工作吧，与时俱进，不要冲动，戒骄戒躁。这个 AI 虽然对我们现在有冲击，对我们牛马韭菜有冲击，但是任何东西都是有危就有机，就有机会。我们如果只看到这个危，看不到机，那你这个就是片面的。就是危机，看到危的同时也要看到机会。就像蒸汽机出来之后，它淘汰了马车夫，但是蒸汽机出来之后不出来这个铁道吗？铁路工人。计算机淘汰算盘，以前没有计算机的时候，咱们打算盘噼里啪啦的，那玩意儿要练。计算机出来淘汰了算盘手，淘汰这些，但是诞生了码农、程序员一大批，是不是一个新的行业出来了，而且还是高薪的行业。所以人工智能虽然淘汰一些旧的岗位，但是它一定会创造新的机会。那我们就要有一双善于发现机会的眼睛，你就要培养自己，要去找这些机会，看看自己适合做什么，向这个方向发展。马车夫改行可以做铁路工人吗？赚的不一定少。所以最后我想说的是什么？基于 AI 替代的岗位减少，对我们来说也是机会，我们也要适应。但是由于经济下行，由于流量越来越贵，导致了企业困难裁员，这个我们还真没有办法。而这两个一交替，那2026年、27年就业就更加困难，裁员会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多。那就要求我们有工作的，你是赶着马车，你还得琢磨着怎么去当一个铁路工人。先要赶好马车，等马车赶不了了，没了马车了，那你顺势去做铁路工人，因为你就一直在准备做铁路工人了。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。总之，大家做好心理准备，26年、27年、28年，这工作是越来越难找。高端的工作、大厂工作都这么难，那小的企业那就更难了。好，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节目，欢迎订阅转发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，谢谢大家。